一级矿，但地墙是柠檬矿大单晶，这个就是昨天上课的那个海鲸，但这有够大的骸骨，骸骨，看看它的一个生长速率的差异。那个窗口，你看到？对，就是那个窗，就是那个窗。那个位。青花瓷萤石，辽港线。又来看到这个特殊的拓帕石。拓帕石一般的保湿学教科书上面它是没有荧光的，但是这个我们打了，它有很明显的黄荧光，很特别。蓝铜矿，有没有蓝铜矿控的？再看这里，特别闪，特别蓝。大骸骨。这边的水串店目前生意还是非常的火热，对，非常多人。他们在讲价钱吗？卖我，不卖。大家疯狂在捡货，抢货。金耀东海矿具8方，大家赶快来矿展，赶快制作美奶的烤。